日本觀光廳公布入境旅客消費動向調查，2026年頭一季，這消費金額上介懸的是來自台灣的旅客，有91票3884億，大約是台票772億，拼過韓國和中國。事實上呢，這日本人同款是真愛來台灣。這日本4月底就是這黃金周連假咯。根據到日本各大旅行社的統計，今年黃金周要出國的熱門地點，台灣排在第2名。咱的觀光署也趁機會在東京舉辦宣傳活動。將傳統服裝表演泰魯閣舞蹈台灣原住民的演出，向日本人欣賞。大家一碗滷肉飯，一杯珍珠奶茶，等為頭前人叉叉叉。在東京秋葉原的台遊館活動，可以品嘗台灣美食，欣賞原住民舞蹈，還可以抽機票，就是希望借此來搶攻日本人的黃金周旅遊市場。今年黃金周為4月29開始，上長有8天連假，是海外旅遊的大月。航空公司、旅行社業者拍拼，甲人客宣傳台灣的觀光行程。来月に台灣に行くので、その事前準備というか予行練習で来ました。せっかくの休みで、ちょっと円安もあって、あと近場ですごく美味しいご飯を食べられるので。台湾が大好きなので、台湾の情報を何かないかなって見に来ました。根據日本各大旅行社統計，今年黃金周熱門出國地點，台灣排第2。業者講，台北周邊九份仔老街、放天頂這經典行程上熱門。另外，坐高鐵一路選到高雄的商品，人氣嘛愈來愈懸。韓國が一番の集客なんですけれども、2番目で台灣というのがしっかりと入ってきておりまして、全体的に見てもちょっと高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ようなヨーロッパですとかというよりも近場のところでという方が増えているかなと。中東情勢の影響でヨーロッパの旅行をやめられたり、中東の旅行をやめられたりするお客様が他の旅行先を選ばれる。安心安全のアジアに行かれたりとか、あとはオセアニアに行かれるという傾向は増えてます。在中東局勢影響，面對機票價格大起、航班變動的不確定性，讓日本人愛選較近的國家佚佗。台灣顛倒佔較優勢。台灣我們相對來講是距離比較近，而且可以很容易就出發，到台灣可以3天2夜或2天1夜的這個小旅行，其實都非常的便利。所以其實台灣在這個方面相對的優勢。去年來台灣的日本人差不多150萬人次，是來台灣旅客上大市場。今年旅遊業界同款真專力，要搶攻黃金周的商機。公視國際記者施旭豪日本東京報道。